今下都係年初六嘅日，嗱，祝兄弟姊妹順順利利、平平安安、健康。嗱，兄弟姊妹今年忙落呢個理念嚟講，今年要做到失敗，工作失敗，撇下自己家庭唔順，嗱，重新人類在上帝裏面。一天之間有新嘅盼望，有新嘅前途。咁咪呢，因為就在呢個拉達班3篇22節咁樣講到，上帝嘅恩典，上帝嘅愛，唔是切，啲嘅恩典唔是超越本世界攏眾人有希望佢嘅。嗱，在呢個箴言書23、18節咁樣講到，因為到呢個前途一定有盼望，唔是切。那在上帝耶穌基督裏面，這個盼望能夠本世界唔是切，這個前途本世界也唔是切，一定有嘅。撒一個人嚟謙卑嚟到這個面前，求佢來祝福世界，求佢來帶世界嘅前途。嗱，兄弟姊妹，這個盼望放在耶穌基督裏面，一天世界得到成功嘅路，得勝嘅路，要上帝祝福世界，阿門。